一共37000两。印子钱放短期的，尽快收回本钱和利息。夫人放心，2个月内保你翻倍。这是存帖，请夫人用印。哈哈哈，好，钱帖双收，夫人慢走。还好我提前偷了江雪莹的印章。世子，打探清楚了，西边村子瘟疫最严重，感染者有几百人。那边还有一袋。好，我们先去那边发药和粮食，你多带些人，避免哄抢。好。陆良，大哥，头实在是疼得不行了，这一路舟车劳顿的，我有点撑不住了。我们一会儿去送药，你就在此歇息吧。多谢大哥体谅。九月，当年因宁王贪墨军需，导致我们陆家军惨败，秦守义可能是宁王贪墨的重要人证。你派人暗中调查他，务必要比宁王的人先找到他。是。陆公子还真当自己是来监军的。公子准备什么时候下手？哎呀，大人你别急呀，这外面瘟疫这么厉害，说不定他得个病就死了。他可是带着药来的，若是让他治好了疫病，到时候名利双收。公子觉得，王爷可还容得下你？那你自己先看着办吧，少拿宁王来压我。这些药是用来救命的，你主子为了害我，竟罔顾百姓死活。我只是想图点药材换钱，与其他人无关。你是宁王的侍卫吧？以为换了身衣服就能瞒天过海？把他关到柴房，留几个人看守药材。是。走。世子非放高丽印子钱，还动手打我们，我们今天得要个说法，要说法。要说法，给个说法，要说法，给我个说法。姐姐，上一世我就是偷了你的印章，以你的名义放了印子钱，结果被你反偷了存帖。如今你也重生了，定会用上一世的法子脱困吧？世子非欺行霸市，如此高丽的印子钱，简直是闻所未闻。不仅如此，催债的还动手打人，求老太君做主。什么印子钱？郡王府这么大家业，又不缺银子，姐姐身为世子妃，为何要私下去放印子钱啊？上一世的手段再来一次，看来他是急着还那1000两，不惜铤而走险。你们有何证据？我们是从永利钱庄借的，掌柜亲口说，放印子钱的是郡王世子妃。钱某见过老太君。雪莹。放印子钱稍有差池，便会酿成大祸。你怎会如此糊涂啊？姐姐，这一切的感觉你很熟悉吧？我猜你会认下此事。是我托你放的印子钱，但我从未让你为了催债动手伤人啊。他们一直不还钱，我这一时着急，吓唬吓唬他们。下一步，收买人心，平事端。来接印子钱的皆为穷苦百姓，这样3个月内还上本金，剩下的利息我分文不取。谢谢。祖母，是我不好，
但雪莹放的印子钱，皆为自己的私钱，绝没有动府上的一分一毫，亦不会有下次了。好。现在只差最后一步，凭存帖就可以去钱庄拿钱。上一世你偷了我的存帖，领了我的钱占为己有，让我吃了哑巴亏。这招釜底抽薪实在甚高。既然我不再放印子钱，回头我便去钱庄把我的银子取了。这是好姐姐，这次我等着你来偷。不好了，乔娘子病了，怎么了？夫人，我小娘出什么事了？乔娘子突发急症，昏迷不醒，叫了好几个大夫都瞧不出来。快收拾东西，速回江府。夫人刚才让我们在外面演了一出，假装要出门，如今这又是作何？一会儿江雪莹会来我房间偷东西，我要帮她把场面布置好，坐实偷盗。夫人怎知她定会来偷？她用这个方式得逞过，这一次我要利用她的自负，让她自投罗网。一会儿啊，我会因屋里进贼受到惊吓而倒地滑胎，你要配合好我。妈妈，原来还有这一层的打算。夫人的连环计真是厉害。走。夫人，他们是2个人，那定是春梅了。来人啊！进贼了，滑胎了，有人要害夫人了！大胆贼人，放开我！有人要图财害命！糟了，他怎么还把我扶住了？妹妹是我，放心。妹妹，你还怀着身孕呢，可要小心些啊！哎呀，这屋子为何如此凌乱啊？你们竟敢来我房间偷盗！妹妹说笑了，你看清楚，这是府中的管家，我带他来怎可能会是偷盗？我们是给你送东西的。二夫人可认得此物？这不是我之前丢的玉佩吗？怎么在你这？唉，妹妹有所不知啊，近来这府中购买的绸缎质地极差，管家呢就暗中跟着采买的王管事去了趟绸缎庄。你猜怎么着？王管事亮出玉佩后，伙计便拿出一匹低等的绸缎，还给他偷偷塞了银票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，听不懂。随后我去采买，伙计拿出来的绸缎都是正常的上好绸缎，质地细腻。哎呀，你说会不会是有人暗中指使王管事和绸缎庄联手，以次充好，从中获利？这玉佩就是暗庄交易的信物，一个丢了的玉佩而已。是有人故意想栽赃陷害我。那这个呢？这是绸缎庄少东家，也就是你乔家的表兄，为了怕报官交出的账目。这上面记录了你在郡王府绸缎采买中捞的某一笔油水。你想干什么？妹妹，我念你怀有身孕，只要你把亏空的银钱补上，这次就这么算了。
我哪来的钱？没有钱，没有钱，这地上怎会这么多首饰啊？难道是妹妹未卜先知，提前用来抵债的？这是我的东西，你别动。春梅，快来看看还有什么值钱的东西，一并拿出来。是，你们不能随意搜我的东西，我要告诉祖母。正好让祖母知道你贪污的好事。你少威胁我，我怀的可是陆家的骨肉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妹妹，别以为怀了孩子是免死金牌，若是让祖母寒了心，说不定怎么惩治你呢？为什么和上一世不一样？他查什么绸缎供货？他到底想干嘛？管家，你看看这些够抵贪墨之款吗？还略差些，略差了一些。那妹妹身上还有些什么值钱的东西吗？哎，这簪子、衣服，哎，这镯子质地不错。哎，你别牵太甚了。这是什么？管家，你快看看，这上面是不是印着我的私章？这个贱人绕了这么大圈子，原来还是冲着存铁。正是世子妃印章。我的存帖怎会在妹妹身上？难不成是妹妹偷的？还是妹妹偷了我的私章？妹妹再好好想想，到底偷了哪个啊？啊！将军，夫人，我累了。既然是我的东西，我便拿走了。对了，哎呀，今日还想告诉妹妹。1月之期已到，你抵押的宅子我收下了。夫人，别砸了，这屋里头没什么值钱的物件了。滚！是。混蛋！夫人真厉害。不仅拿到了贪墨证据，还得了这么多首饰银票，还有处宅子。不仅如此，我还白得了这笔钱呢。明日就去钱庄把它取出来。是。那秋菊故意说乔娘子病了，是为了引您进去偷这存帖？她是想守株待兔，等我去偷呢。可我偏要声东击西，把存帖当着她的面光明正大的拿。可您竟能猜到这是二夫人设的局，当真是神机妙算。她设了这个局，看来发现了我也是重生之人。既然已经露了底牌，那就看看谁能笑到最后。江玉儿，你给我出来！父亲、小娘，你们为何今日突然到来啊？哎呀，玉儿啊，你告诉我，江家的老宅怎么会被人收走了？那可是祖上留下的基业呀！都是姐姐，又哭又哭，谁不会哭呢？你这是，女儿自归宁后，从未回过娘家，江家的事我一无所知啊。妹妹，你说的什么话呀？哎呀，你气呢？当初你信誓旦旦地说把老宅抵押了换银子放印子钱，可以翻很多倍呀！啊！你们母女两个合起伙来骗我！老爷，你这个逆子，我要不是你怀着孕，我打死你！江雪莹，地契是你偷的？不是啊，老爷，我整个江家都被你给毁了！
老恩，你别生气了。女儿还有事，就先走了。素闻世子爷喜酒，这是我们当地千金难求的佳酿，还请二位大人品鉴。哎，请。入口醇厚，回味悠长，好酒。哎呦，世子爷，是小的礼数不周。来人！这是小的孝敬世子的，还请笑纳。如此厚礼，我可不敢收啊！这万一要是官家的官银……大人放心，这些都是卑职的私产。你一个小小县城，居然能有这么多私产！来人，把裘大人的家产收缴充公，用于防治瘟疫。是，世子爷。世子，这是我找人画的秦守义的画像，他失踪前最后的位置在西郊外。好，明日我与你去那边看看。感谢陆世子大恩。没事。是啊，陆世子可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啊！我家中尚有患病的妻儿，恳请大人多赐一副良药。你也生病了，多拿一副。给。谢谢大人。九月，他可能是秦守义，快按住观察。是。世子，隔壁以沫村突然多出10几人感染疫病，我们的药不够了。我们一直在控制患病之人，以沫村怎么会突然患病？那边的药量也不足了。九月回来了吗？还没。不等了，你叫几个人随我上山采药，就地取材，配置新的药包。是。若他认定是，即使你不动手，他也会对你下手。我还没找到机会下手，要是就这么回去，该怎么跟宁王交代？陆大人，有个捕快染上了疫病，是否先封了府衙，以免疫病扩散？回来！立刻派人把病患送到以沫村。这是为何？我是宁王派来的监军，就按照我说了做。是。切记要保密。
大哥，别怪我，你泉下有知，要寻仇就去找宁王吧。大人，世子昨夜上山采药，跌落悬崖。我们在山崖下并未搜寻到世子，只找到了这个。这香囊是我大哥的随身之物，看来我大哥已经……大人节哀。进来。这是世子之前没收你的私产，我给你要回来了。大人，这是何意啊？大人，你这几天辛苦了。他日我若能高升，必为裘大人美言举荐。信阳百姓摆脱疫病之苦，前来大人您殚精竭虑，日夜操劳，小的定会亲笔上书，将大人您的功绩一字不落的写进奏折里。这是怎么了？右眼一直跳个不停，该不会是发生什么事了吧？怎么这一个客人都没有？夫人，今日有贵客包场，还说要见您。贵客？什么人啊？我没见过，不过穿的倒是很贵气。本王今天过来，是要告诉你一件事：陆君行死了。王爷这般行事，不知宁王妃作何感想？恕不奉陪，告辞。还从未有人敢如此忤逆本王，你越是抗拒，本王就越是要把你收入囊中。
信阳平安回来的。对，他是故意这么说。陆君行不会有事的。夫人，二公子从信阳关回来了。世子呢？怎么没和你一起回来？大哥为了搜寻药材，在信阳出了意外，不慎坠落悬崖。不可能！这是我们在山崖下找到的。人死不能复生，我会禀明大哥在信阳的功绩，恳请圣上为他追封上子。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你只拿这个东西回来，你就告诉我他死了。那么高的悬崖，想必尸骨无存。九月呢？九月是他的贴身护卫，他为何也没回来？大哥坠崖前，9月就不见了。夜病死人无数，说不定9月也没能躲过呀。世子坠崖，9月失踪，怎会如此巧合？信阳到底发生什么？我定会查个清楚。夫人，传媒，帮我准备白帖，我要求检查公主。是。什么？陆君行当真死了？我亲眼看见他落下悬崖。他这一死，江雪莹可就再无依靠了。姐姐，你也有今天。你当初换嫁选我，还真是选对了。我夫君这么有本事，肯定很快就能让我成为诰命夫人的。到时候啊，我也跟着夫君好好风光风光。那是自然，迟早的事儿。陆君行死了，我们的孩子就是陆家唯一的血脉。可如今马上就要显怀了，这有何难？你我2人今夜努力，早日再怀上一个。真是倒霉啊！这么年轻啊！说好大的胆子！谁让你们管这些的？二公子命我们即刻准备丧事，好祝世子早登其乐。混账！这个家轮不到他做主。撤了，全撤了！老太君已经病倒了，您消消气，别再伤了身子。我知道了，都下去吧。是。能得到王爷赏识，是陆良几辈子修来的福气。这次做得不错，不枉本王对你寄予厚望。此次能得到圣上嘉奖，
全仰仗王爷您的提携，陆良铭记于心。哎，这越界的情谊堪称一绝，王爷好品味。裴夫人出嫁前可是远近闻名的古琴高手。王爷可还满意妾身？你是说，昨晚在榻上，还是刚刚在台上？本王都很满意。那我夫君裴员外郎升迁一事，你让本王满意，本王一定不会让你失望。这女人难道是户部员外郎之妻？宁王竟偏爱有夫之妇。我会早去早回，平安回来。我相信你，我相信你一定能还乡平安。我在家等你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陆军行才兼文武，于抗疫有功，赏黄金100两，擢升为礼部郎中，钦此。既然兄长已逝，那这赏赐就由我来带领。谁说我死了？军行，监军陆良玩忽职守，贪功冒进，重罚30大板，以儆效尤，钦此。来人，施杖刑。我错了，别打了。施行完毕，奴婢先行告退了。
且慢，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。大哥，你什么意思啊？算计兄长，与宁王狼狈为奸，你颠倒黑白，把功劳算在自己头上。我冤枉啊，大哥！我知道你坠崖之后，我就派人一直在崖下。何等行径，按家规应打30大板。大哥，我刚打完。再这样打下去，我夫君会被打死的。父母，您忍心让我的孩儿一出生就没有爹吗？陆家世代忠良，行谬必罚，过失必究。来人，给我拉下去打！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！若有下次，我定将你逐出族谱。挨了那么些个板子，这么快就好了？本王还以为你要多养些。这位是内子江雨儿。陆良，本王倒是小瞧你了呀。这里，本王收了。怎么，你还想打我呀？你以为我不说，就没人知道了？夫人，你一定要理解我。我如
君试图尽毁，前路茫茫，唯有宁王可以帮我。我知道我对不住你，只要你能帮我挽回局面，重新获得宁王的信任，你打我吧。你就是个窝囊废，好好睁开眼睛看看你自己，真让人恶心。王爷，人已带到。下去吧。是。陆良让你来的，他也太沉不住气了，这就想要好处？不，是我自己想来见王爷的。有趣。守着去，别让焦九阳发现。是。和离书。他们居然早签好了和离书。姐姐的肚兜。有空多来啊！王爷身边鹰燕环绕，为何偏偏盯着我不放？因为只有你，是本王想得却得不到的女人。1年后和离，原来你跟陆君行早就要和离了，这倒给本王省了不少事情。王爷真是手段了得，手都伸到我屋里来了。既然是假成亲，选他，还不如选本王。王爷哪来的自信？论容貌，陆君行风神俊武；论才学，他高中解元；论志向，他心系天下；论家世，陆家世代忠良。你说本王不如陆君行？即便是假成亲，我也只愿选陆君行，而非王爷你。那事情倒简单了。上次在信阳关是他命大。不过不代表每次都会这么幸运。陆君行遇害，
他下的手。我与陆君行只是合作关系，王爷用他可威胁不了我。那你在意什么？本王就会毁掉什么。本王有的是时间和手段陪你玩。江雪影，你是个聪明的女人，识相点，早点成为本王的人，不要让本王等太久。世子，9月侍卫的密函。请以昭公携其回朝。那是什么？宁王派人送来的，说是世子如果看到了，就把他要的东西给他送过去，日后便不再为难世子。宁王。是雪莹的。要害你是宁王。当年害陆家军惨死的，正是宁王。我此次去信阳，就是去找能够指控宁王的人证。什么？我之所以没有告诉你这些，是怕你卷入危机当中。没想到宁王还是盯上你了，是我大意了。你今天是怎么回事？宁王来金武方找我，拿了我们的和离书，想要试探你我的感情。他真是十分歹毒，他还给了我这个，想破坏我们的关系。能进到我房间拿到如此私密之物，看来是我那好妹妹的手笔。他竟攀附上宁王。9月已经带着人证跟证据，秘密赶回虞城，待时机成熟，我会将这一切都呈给圣上，一举扳倒宁王。但是在此之前，我们要多加小心。这个戒指里面有特殊药粉，转动戒指表面便能打开机关。待遇到危险时，可以解一时之急。好。哦，对了，长公主让我明日陪她去一趟寺庙，听闻她的手帕胶最近忧心于母亲的病症，想要求一个平安符。好。但这个还有和离书之事，我绝不会轻易算了。看来肚兜确实是他偷的墨镜，他真是作死，竟与宁王联手。你敢这么说我？本世子不过与你假意成婚，你还真当自己是世子？烦请转告王爷，这是我们世子妃相赠。好的。等等，江夫人，你可是来找王爷的？可否让我看看？那您快点，可别耽搁了。初九有时，塔林寺相见。这个贱人，不管我想要什么，你都要来横插一脚。这是世子妃派人送来的。
轻武方，这江雪莹可算是开窍了。初九有时，轻武方相近。你怎么来了？王爷，不是您约我来此处的吗？怎么回事？江雪莹呢？姐姐的丫鬟给了我一封信，说是宁王府送来的，约我来金武坊。难道是姐姐发现我偷了她的肚兜和和离书，所以借机来敲打我？不过王爷，您为何会在此处啊？还以为他识趣，愿意顺从呢。看来我是想看的，竟敢戏耍本王！王爷，莫动气，喝杯酒消消气。姐姐向来不懂事的，哪有雨儿贴心啊？你们姐妹二人性情可真是天差地别，还是你更乖巧些。参见长公主，参见宁王妃。上次的事多亏有世子妃，我才如愿为母亲求得平安符。这份心意我记下了。宁王妃言重了，您与长公主是手帕之交，有需要的地方，雪莹定当竭尽全力。今日出来不过图个自在，就别这样客气见外了。雪莹给你们准备了5方上等的雅间，这边请。等等，此物价值不菲，你是如何得到的？回世子妃，是雅间的贵客赏的。你去贵客的包间，帮我把他的玉佩偷出来。这翡翠的成色质地，瞧着倒像皇室之物。哪个房间的贵客？王妃，你怎么来了？王妃，都是这个贱人，是他故意弄我。民妇知错，民妇知错。把头抬起来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民妇江雨儿。你就是那个贪功冒进、被打了几10大板的陆良之妻。早就听闻你们2人是余城的笑话，还真是蛇鼠一窝。穿上你的衣服，滚出去！把门关上。王妃，女人不是你们男人犯错的遮羞布，把一切错误都归在女人身上，算什么男人？王只是多喝了些酒，一时糊涂，喝多了。喝多了？
行了吗？行了，行了。王妃，你怎么突然来了？我最近住在娘家，照顾母亲。没想到我的夫君如此逍遥快活，舒服得很呢。王妃，我只是逢场作戏，我保证还没做什么。你还想做些什么？我真是脏了自己的眼。是我做着王妃太久，让你忘了我身为武将之女是这般好欺负的。本王可是亲王，别太过分！若非我父亲手握重兵，为你震慑朝堂上各方势力，你能安安稳稳做你的亲王？王妃说的对，如此丢人现眼，还不给我滚回府去！没事。今日家中有事，我们改日再约。说的是呀，王爷怎么挂彩了？莫不是屋里红杏多枝，擦伤了王爷的脸面？是你把王妃引到这儿来的。王爷威胁我时，可曾想过，你也有惧怕之人？江雪莹，你给我记着，这笔账，本王迟早跟你算。雪莹，今日这一切是你故意安排的吧？长公主慧眼如炬，雪莹不敢隐瞒。宁王一直纠缠于我。我实在是走投无路，才不得已出此下策。女子于这世间本就艰难，处处受限，又常无端遭人觊觎。我懂你做这一切实属无奈，可你这胆子未免也太大了些吧？谢长公主体恤。夫人，那东西要还回去吗？宁王的东西看着就烦。扔。夫人，您是怎么知道二夫人会把您约宁王的地点改在金武方呢？因为不管我约在哪，我都定然不会在金武方出现，而金武方是我的，约在这里，宁王亦不会起疑心。好一个董小黑呀！不过还是夫人您更胜一筹。夫人，待我把事情处理好，就去探望岳母大人。管好你自己，再敢做些乱七八糟的事，我拆了你的宁王府。夫人慢走啊。废物，都是废物！王爷别打了！这就是你送本王的好礼物啊！王爷，我不知情，都是这个贱人，都是这个贱人的错。是江雪莹，是他故意做局陷害我和王爷您。要不是你自作聪明换了子瑶，他怎能轻易算计得了我？你们比他两个，一个成事不足，一个办事有余，还本王丢尽颜面。江雪莹，敢惹本王，